老婆，今日想食咩啊？แล้วแต่คุณ咩啊？即係是但你啊，日本菜？อาหารญี่ปุ่นแพงเกินไป咁中菜咯，包心刺肚咧，咪有咁貴？唔貴，行啦！今次嚟到位於廣州天河北路439號嘅阿一鮑魚，上到嚟梗係要食佢哋最出名嘅黃燜翅同埋阿一鮑魚啦。二人套餐仲有龍蝦食，個汁咧好好味啊，同埋個龍蝦咧煮得啱啱好。金鑽雙人套餐優惠價888蚊人民幣，有呢啲嘢食，乳鴿真係脆皮㗎。呢個生芒杏仁茶都好出名㗎。我而家咧要試下佢嘅杏仁茶啦，真係新鮮嘅杏仁味啊！但係咧佢係冇味嘅，即係冇甜味嘅，所以佢有蜂蜜俾你加落去，加咗少少蜜糖咧，真係好好味啊！而單人優惠套餐只需要398蚊人民幣就有咁多嘢食啦。一人套餐都有魚翅同埋鮑魚食。個湯好濃郁啊！阿一鮑魚，試下先啊！頭先咧見到個薄肉嘅時候咧，其實已經好吸引啦。攞出嚟咧，佢好熱啊，所以可以掛到汁嘅，睇下。東坡肉入口即溶啊！濃湯浸臘魚片，臘魚片夠晒滑，仲有個超值團購雙人點心套餐啊！只需要128蚊人民幣咋。我最中意就係呢個賣相咁得意嘅芋蓉包，同埋滑捋捋嘅抹茶奶凍。去廣州嘅交通超級簡單，今次我哋將架車泊咗喺車站停車場，日泊135蚊咋，行去入閘位置大概需要8分鐘左右，用買票嘅證件入閘，唔使2個鐘就到廣州東站啦。喺廣州東站搭的士10分鐘左右就去到餐廳啦。爭啲唔記得咗話俾你聽啊！頭先我哋同梁總傾過偈，佢話俾我哋聽咧，呢度其實有隱藏 menu 㗎。如果你想試下60、70年代係點樣煮乾炒牛河，點樣煮咕嚕肉，就記得嚟呢度試下啦。